各位朋友，我呢個100日挑戰100萬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。呢100日非常之感慨啊！諗起3年前啊，我又喺呢個地方啊，又喺呢地方開始，我3個月3000萬業績，結果當時啊輸咗，所以3年後咧，我再想去創呢個業績，帶埋Charlie，帶埋大家一齊玩，所以好感慨100萬。100日挑戰100萬啊！呢件衫啊紀念版，所以呢個係粉絲價。平時啲衫賣800幾啊，呢件粉絲價258，喺後邊係咪寫得買㗎？麻煩大家訂閱我個頻道，點 like share 條片出去，按埋個鐘仔，精神！真係玩感慨差人啊！我記得呢100日入邊啊，好多嘅冇錢食飯啊、瞓車啊，仲有去咗慳幾蚊雞，牙都唔刷，晚都唔瞓嘅，瞓車冇沖2日涼，冇沖3日涼，冇刷2日牙，係咪啊？種種，所以到尾聲嘅依家，差唔多完結啦。有啲唔捨得，但係呢度結束，其實係個新嘅開始。點解大家咁中意睇我呢個劇集啊？呢個唔係劇本嚟噶嘛，係真實噶嘛。點解大家咁中意睇？係因為我就係曾經嘅你哋，曾經嘅你哋自己少年嘅時候，可以不顧一切咁樣放低所有嘢去創業，係嘛？去創一番事業，乜都唔理，可以咁灑脫。你哋就想曾經嘅自己，好似我咁樣幾好咧。所以大家咁關注我，好想知我成唔成功，好似睇翻你自己咁樣，就係想我成功，支持我，都係大家支持。當過咗呢100日之後，我哋有一個新嘅起點，會繼續向另外一個新目標去進發，就係我之前個3000萬。既然100萬做得到嘅，我哋打桶金做翻嚟，跟住創咩啊？去創我哋嘅理想，我哋嘅夢想。3000萬先係我哋嘅理想夢想㗎，所以希望大家夠支持我哋啊！亦都多謝大家100日嚟對我不離不棄啊！無論黑粉又好，鐵粉又好有得罪過嘅地方或者我講嘢唔中意嘅地方多多包涵啊！希望大家新嘅一年新嘅一年好似我咁樣完成咗目標之後，繼續向自己嘅夢想拼搏。100完咗之後，我哋下一個3000萬，即係30個100萬啫。我喺度諗咧，要唔要搞一個1000蚊100日喺澳門搞啊？邊個嚟嘅？我俾1000蚊你，俾部車你，100日全程拍你。好多人以為我好簡單，屌1000蚊去澳門，喂，1000蚊生存到100日當你贏喺澳門，係咪真？好多謝大家支持比較關注我100日最後幾日衝刺，幫我件衫到咗100日就冇恢復翻888，最後邊撳埋車258，差唔多成本價咁滯噶啦，幫我最後衝刺，完成最後嘅目標。OK， 精神！麻煩大家訂閱我個頻道，點 like share 條片出去，按埋個鐘仔，精神！